Andy 祝你的瓦斯钢瓶放哪边？放那个袋啊？不是啊，放那个，装放在我袋子里面的。哦，这个地垫不用带吧？下大雨。蓝色那个。嗯。帮忙扛啊。那我下去。我们家开始喜欢露营的应该是我，因为露营它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景色，像大自然的。那还有最喜欢的就是云海。哦，那个也有看到，真的是非常开心。隔壁的朋友，这是我的台湾好的朋友，然后他的一家人是很喜欢去露营，然后他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看去露营？我说，哦，好啊，可是我们没有装备。然后他说，没关系，我有，我先借给你。他的时间跟我时间没有办法配合，所以，我礼拜六、礼拜六要上班，然后他也是礼拜六没有上班，所以他讲1个月我们都要去安排，然后都排个假这样。对，以前比较擅长啊，现在好像是3个月一次，还是2个月一次这样。对呀。这个先下去，那个比较紧实啊。Nama saya Ruth. Sekarang saya bekerja di Pusat Layanan Buruh Migran Kota Taoyuan. Dan pekerjaan saya juga memperkenalkan kebudayaan Indonesia. Dan selamat bergabung dan juga boleh bersama-sama dengan saya melihat banyaknya kebudayaan Indonesia.喂，我在准备等一下要导览的东西。今天我专门是导览印尼的商店的一些他们的自己的文化，比他们的历史。等一下我的课哈，同学一定要记得，我每一次讲课的时候，我会考试。考试是内容是我导览的，是我一边导览一边考试。有学生的话是比较一些，比如说对印尼的文化想要了解的话，可以跟老师说。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跟同学来分享。等一下我们要分2组，一个走印尼线，一个走越南线。然后印尼的我会来帮同学来导览。其实这是一堂元智大学的通识课程。这个课名叫《活的空间》。我一直觉得在桃园起码在桃园，大概有几件事情必要认识。第一件事情是你的学校周边到底有什么？其实桃园一直是一个资源的城市，所以它的工业区是非常多的，30几处的工业区。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地方的移工的朋友一定是多的。那这些移工朋友其实明明在我们周边生活。但是你到底用什么方式来理解跟认识他们？东南亚有哪些国家你知道吗？就你的印象，讲到东南亚，你会想到哪些国家？有越南嘛，印尼、印度，缅甸，然后像导演讲到的辽国，偷来用一下。印度是。讲太快。等一下我们在火车站那边门口哈，我要解释一下，考一下大家哈。一个星星跟一个月亮代表什么？伊斯兰教的话，他们的 logo 是一个星星跟一个月亮，所以以后你们去哪里别的国家有看到一个星星跟一个月亮，代表是他们是伊斯兰穆斯林，是祈祷式的意思。为什么是有一个祈祷式在这里？因为伊斯兰教的话，穆斯林一天要拜几次？拜5次，对不对？因为他是要拜5次，所以这边的火车站它很贴心，信伊斯兰教的可以过来这边使用他们的场地来拜拜。
第一次导览的话，我都什么都不会，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啦。就是导览的时候，都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开口，因为很多人要自己用不认识的语言，然后你不熟悉的语言，要讲了那么多，然后一定要对方有知道你的中文有没有。他懂的还是不懂的？有的时候我会导览的话，我还问了，刚刚老师讲什么，你们懂吗？然后不懂的话，请再跟我确认一下。然后还有什么问题你要跟我讲，我才会知道。但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女生、男生 ，OK， 因为这个比较小，我们走。这个是我们的印尼商店，它服务菲律宾、印尼跟越南。第一个，它有服务寄东西回去，在台湾寄东西邮局不是要用称的嘛，1公斤多少钱啊，对不对？可是印尼没有，印尼只能看什么？看箱子来分，它只能服务没有身份证的新住民，包括移工，他可以寄钱回去他们的家人。等一下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印尼比较特别的美食、蜡染的衣服，我会解释给大家。好 ，OK。所以很多移工，包括新住民，很喜欢买台湾的黄金，这个原因，就是买礼物送给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的家人的话很喜欢收到他们的台湾的黄金。所以因为这个店的要去他的店的导览不容易，因为你不认识那个店的里面的人。如果你不认识他们，他愿意让你去参观吗？不愿意嘛。可是因为我们有跟他们的常常跟他们的聊天，然后跟他们的合作的关系，所以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地方给我们导览。过来，天上的宝贝，要记得田贝，天上的宝贝。来看一下，同学老师考一下，田贝是从哪里做的出来？什么东西做出来的田贝？有人知道吗？最了解的话，应该算是日本吧，因为其实社交媒体上的文化也几乎都是那一边的，所以我们比较能了解到那一边的文化。对，我完全不了解东南亚这一块的。因为主要是我学到它的地方也只有教科书，然后也是简单带过，然后有这个国家这样子。可是事实上我们不会去接触到它的文化。其实对东南亚的看法，我觉得算是比较负面，可能不了解他们的文化，像新闻啊什么的，柬埔寨的事件啊，或是就是新闻只报这一类的新闻，但是他们不会报他们正向的新闻，所以变成造成说，我觉得我们年轻人会对于东南亚的认知是比较负面的，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职业可能也是。在家里去服务老人家这一类的，所以年轻人又会更不是这么对他们有这么的好的印象。我们要讲印尼的蜡染了。好，蜡染的话是这样，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图案。2009 10月2号，我们把我们的蜡染的话拿去UNESCO 组织来比赛，刚好那一天我们赢了比赛，所以我们的印尼的政府来讲说，蜡染的文化遗产，说不要忘记，所以政府来规定，每一年4月2号我们变成什么蜡染节日了，叫巴蒂节日，所以我们的印尼要记得哦，每个礼拜5哦，我们一定要穿什么衣服？蜡染的衣服去上班上课，包括你是公务人员，就是我觉得保有自己国家文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政府强制性的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一辈的小孩会有一点反抗，会觉得说为什么要逼我这样做？我有我的穿衣自由之类的。但是我刚刚听老师的描述的时候，他们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光荣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文化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穿着自己让自己引以为傲的服饰，然后每个礼拜5这样子，觉得非常棒。来，这个是印尼人在跟印尼人结婚的一个场所，家长会打电话给他的女生的爸爸妈妈，用自训的，他们用伊斯兰教的方式来结婚。
现在全世界就是工作的地方，或者全世界就是生活的地方，移动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了。那既然移动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化，我都希望，他们其实借由这个窗户，每一个窗户，就是每一个开出来的窗户，跟空间的、跟文化的理解上面，去打开他们下一个阶段去认识世界的方法。那个方法也不仅仅只是透过工作而去，而是透过工作而去之外，他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个地方的方式。空间书间的话，我们就是用英文的话，see me，see 就是看 ，me 这是我看见谁，看见移工的事情，看见谁，看见新二代的事情，看见谁，看见新住民的事。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个移工吗？70几万吧。那你知道台湾有多少新住民吗？大概60几万吧。那这样加起来100多万，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让台湾人更加了解东南亚这一块的文化？我觉得在我们这代蛮需要去了解的，而且我们通常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们，所以应该要去想办法理解他们跟了解他们的文化，去把这个有色的眼镜拿下来。确实。以前我们最常去的一个营地叫那个，我朋友那里。对，那个突然忘记叫什么。小锦屏啊，对，小锦屏。以前我们常常去那里，因为那个老板娘真的是太好客了。那而且要跟我们老婆是同乡，对，所以去那边有时候有点像是回娘家，回娘家的感觉。就第一次我们就是爱上露营是从他的那边开始吧，因为常常去那边露营，因为那边夏天都很好玩，就是因为可以玩水。对，小朋友基本上呢，一个营地里面只要有水，都可以玩。他们可以玩一整天，一整个下午。妹妹，你喜欢去露营吗？喜欢去露营，为什么？为什么？有朋友一起玩哦。哎，怡轩。爸爸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天气要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啊，爸爸取消了露营啊，你们会不会难过啊？很伤心，我都没有伤心呢。你是好玩，我又不好玩呢，妹妹，糟糕啊！等于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个行天祷告。那请为我们行车平安，还有到达目的地天气可以一切的晴朗，为我们祷告。来，你是给你祷告来。好，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行程，也求主保守我们在行车的一切的路上可以一切的平安，也求主保守我们到达营地的时候天气可以晴朗，没有下雨，让我们顺利的搭帐。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他本来是没有基督徒，对，因为我老公就是没有信仰的，这是无神论的。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之前，我就跟他讲了，我是基督徒，我跟你结婚可以，你不可以强迫我要去拜拜，我一定要去教会的，你愿意不愿意？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交给你的。他说可以，我不要强迫你。可是因为台湾大部分我婆婆就是佛教，有的时候中秋节要去拜拜，我是有尊重他们的信仰，我都会帮忙准备东西。因为我们爸爸是出了这边，我们要拜楼下，所以楼下的那个准备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帮忙。可是因为我是基督教啊，所以不能拜拜呀，不能拿香嘛，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尊重他，还是一样帮忙他弄一些他的拜拜的东西呀，帮他准备这样。我是无神论者，那我妈妈是属于那种佛教徒。那时候其实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一点家庭革命，就是也是因为为了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对那个香啊，我闻到那个香的那个味道会想吐，那是我的身体没办法。你一定要我信教的话，不好意思，我只能选择基督教，跟着我老婆一起去信这个宗教。我记得是我妈妈是有点震惊，好好的台湾的宗教信仰，为什么不要一直去信这个，而反而要去信这个跟一个外国女孩子是那种他们都讲外国教。我妈妈后来跟她的媳妇相处之后呢，发现她确实跟就是比就是变得很容易相处。她这个媳妇跟她的相处模式，就是摩擦很少，几乎是为零。大家帮我洗一下，然后都能 OK。这个给你吧。没有说反对了。后来他们结婚了之后呢，我们好像相处得更融洽。她好像是我的女儿，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们两个相处会吵架吗？”我说：“不会啊，婆媳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啊。会有矛盾，但是要避开这个矛盾，就是说她在生气当下，你不要跟她硬碰硬，对不对？啊，我在生气当下，她也不会跟我硬碰硬。也没有菜，也没有跟我讲，我明天再帮你买菜。我不要，你不要帮我买菜了，我这边已经，我拿什么跟你聊天？我忘记拿什么，我要拿蒜头，你不要帮我买了，我没有在煮，我等一下要丢掉了。对啊，我跟着了我老婆，然后来到教会，发生怎么样的转变？那这个转变是好的，那她也就是后面就慢慢的放心。让我们去教会这样子。现在好不好煮？没有煮。你说这边是要下去了吧？对啊，这边要下去。有个什么？好像冇聲音呢。我就做些啦，些，後嚟啊，要個 fitness 做些啦，冇乜就做些啦。嚇，你食飯了？你吃飯了嗎？吃麼呀？阿媽吃飯了沒？我沒吃飯。還沒吃飯，要快點去買呢，肚子會餓。阿媽不舒服，媽媽怎麼？確診啊，在家裡。哦，媽媽確診了。哦，是哦。來去錄音啊。媽媽，你好一點了嗎？沒有。想叫阿媽說喝水。阿媽要喝水哦。有啊。我來台灣，因為我姐跟我弟弟來台灣是讀書的。跟阿媽講，你阿媽來台灣來讀書麼？來讀書，一邊打工一邊讀書，好哦。你愛麼？阿媽講，哇，就賺很多錢哦，就很多錢，好哦。所以我第一次來台灣就是因為我媽影響到我來台灣念書，對。哦，不打瑪咖喱，跟阿莊也啊，不打瑪咖喱這樣。阿媽的講的什麼話？我不知道。阿媽是講客家話，可是我客家話沒有那麼好，所以有的時候跟他講印尼話。我們家裡面都有兩個客家話，一個比較粗，一個比較溫柔的。啊？我只聽過客家話，只有三線跟海線而已。三線跟海線。真的啊，真的啊，台灣就是分三線跟海線的。怎麼？我第一次聽到有溫柔的跟比較粗的。等一下，那個是晚上喝的那個裡面的包包。我來台灣讀書讀中文，在淡江大學，讀到2年了，然後沒有再讀了，然後去工作，一邊工作一邊打工，然後就認識我老公了。外語專線的話，你要讀3年，你就要回去印尼了。對，可是對我來講說，在台灣住在台灣是比印尼還要好，所以我願意把我一切的放在台灣的身上比較多。
啊？哪一个就好？再来吗？再往上。这么厉害！哇，好厉害哟！哇，比赛！哇，阿公挂了，好啊。好了，进去里面弄我们的床啊。露营的乐趣基本上，第一个是主要是为了山上的美景啊。那第二其次就是说，让我的小朋友多多的接触大自然。那后来是觉得是说，训练他们更加的融入这个家庭的氛围，让他们有参与感。就是一开始搭帐篷的时候，会觉得很厌烦，然后后面搭着搭着，你就会看着你组装就是拼起来的东西，就会有成就感。连接部你装好了吗？可以吗？长这样挂。对啊，还没挂。我是露营的话，我比较喜欢睡觉，因为比较放轻松的感觉。对啊，可是他一大早就起床，就是看风景啊，然后就泡咖啡。他很喜欢泡咖啡。他的个性的话，他对没有熟悉的朋友，他不爱讲话。可是我的个性的话，我交很多朋友。平常我在家，也就是很少在讲话。点点的啊，对吗？就看电脑啊，还是什么点点，我们爱都高给。就是在露营的话，就是可以跟他聊很多。像露营的话，就会强迫我讲话，就是因为我要指挥他们工作，就是变成我要开始训练说，我的语言能力、表达能力，告诉小朋友我想要做到怎样啊，你们必须要怎么去做。这就是露营，就是有这方面可以帮忙改善的。你先先挂起来，找个地方挂给妈妈。有 S 挂钩吗？来这里啊 ，S 挂钩给你。还是你用那个上面的绑带，先给妈妈。我工作的时间跟他们放假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我真的是露营跟小朋友可以生活在一起。然后时间了，礼拜六他们放假，我要上班，对啊，真的。所以印尼现在很多人蛮流行露营的。我们那个好几个姐妹在台湾也是很喜欢露营，包括越南。对啊，他们每一次一起 Q，因为时间跟他们时间冲突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对呀。因为小朋友他有自己的朋友，所以他说：“妈妈，你不要陪我，你跟你自己的朋友聊天，我跟我自己朋友聊天。我朋友安好啊，就看顾我安娜啊。”嘛爱就你帮我顾啊，安那好说哦好啊，唔怕你睡木啊，对啊，所以露营哈，我们猪是给猪啊比较多。拿到一只了。你要用哪个水？他那个营主说，那个他的饮水机的水是可以直接用的。哦，你是那边的、啊？可以直接喝了。我怎么认识我老婆的话，应该从我之前的一个工作中认识的。那是后来有一次好像被主管分到同一个产线，然后才有机会认识聊天。然后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知道他是基督徒啊。那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太一样，感觉就是说这个就是命中注定的，就决定要一辈子在一起那种感觉。你老公说第一次看到你就觉得是命中注定，就觉得要跟你过一辈子。是啊。我还看他看我怎么？那感觉就像说，你好像错过这个女孩子，就要等可能也再找不到这么好的女孩子了。很多朋友就说。我们认识的太快了，太过匆促，1个月时间怎么可能就说你们要在一起一辈子？甚至说讨论已经准备要结婚。没
没有怎么想哎，反正先拿到签证再说。真的好笑啊！所以你是为了签证？不是啦，就是说因为我本来就是我的签证的问题，所以我就很快。如果没有签证的问题，可能会跟他交往很久。以前跟他结婚，个性还不出来呀。对啊，这可能结婚出来都是个性，你知道啊？1个月来结婚，你怎么知道他个性好那个，对不对？你在说，如果人家2个夫妻在吵架，一个火，一个水，应该不能2个都火，应该1个水。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他吵架，我都会退一步好了的话，就是慢慢的跟他沟通。我那时候是认识他的时候是无神论者，那后来因为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决定要信主的时候，我的个性整个转变蛮大的，所以变成比较愿意跟他做沟通。不然我之前是非常大男人主义的，我说1就1，2就2，对，没有不可以商量的。这个是以前的宝布呢，对，这是真的古早味的，古早味就是传统口味。来，你听我的，如果不好吃，一样可以退钱啊。还有吗？妹妹。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我们现在要接受我们的午餐，保守我们吃的健康平安。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开动。开动。妹妹，哥哥来。没有了。啊，看你，我看一下你的饭煮的怎么样。可以啊。你最喜欢晚上是吃什么东西？为什么？猪肉？是这样子吗？没有其他的因素吗？在望见书间的话，对移工还是新住民来讲的话，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的话可以交流很多朋友，然后这边的部分的话还可以做了很多美食，包括小朋友的教室。对，我们叫快乐小学。快乐小学是我们把新住民的小孩过来这边学习他的妈妈的文化。một hai ba. Em chào cô ạ. Mời các em ngồi, mời các em ngồi. Số记得叠就好，不要绕一圈这样子。越南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这就有透过了望见书间，可以认识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新住民姐妹们，对，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变得是我们的移工来自由的一个空间呐。我这个礼拜已经把公文给社会局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园的话，我们今年是在97、98年之后，桃园后站这一块其实迅速的发展了，它距离旁边的龟山工业区蛮近的，所以移工其实从龟山工业区走路过来大概就10分钟哦。然后这个地方等于是早期移工聚集的一个非常早期蓬勃发展的一个地点。最早其实是泰国人最多。那随着时间慢慢的演进，然后越南、菲律宾、越南，然后在那个目前印尼朋友是在这边还是居大宗。我当时成立望见书间是希望在台湾的社会里边给移工有一个可以获得他精神
文化建设的去处啊。很多人在贩售的是民生的一些需求，那我觉得台湾似乎应该要有一些空间，它是可以满足移工的精神需求。那现在经过了9年，那我们在这里已经成为社区的老朋友。一个书店可以成立了9年，也是不太容易，就是因为谁？因为有你们，因为有很多的学生想知道的东南亚的一些文化。1990到2000年，谁先来？移工还是新住民先？是移工比较多，所以来72.8万的话，我们有分2个。对于新住民来，那我们有时候都经过培训的过程嘛。一开始总是会有一些不放心，一起工作，我们都是一直不断花很多的力量在磨合。那其实丽珠，我倒不用太担心太多哦，他确实他的自己的那个对于那个工作的认真态度哦，会有些事情他真的交给他，那你可以比较开心跟放心。喂，你好，早安。我找一下洪小姐有在吗？哎，早安，我是那个望雅创意有限公司哈。上一次礼拜5你有找我。对，以前是我在这边是当印尼通译，对，就是帮忙一些印尼移工的行政的部分里面，我什么都不会。对，就是来这里就是慢慢来学习。学习的课程的话，就是比较难，是因为我们要打字，要打中文，对，因为注音的话对我来讲说很难。这个是我们要讲中文。这叫引号，但是。好，不好。这个我。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这个逗号，这个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对啊。基本上丽珠。有的小孩他基本上他就是当全职的家庭主妇哦。那时候我有给他建议啦，就是说，与其都待在家，有时候不如去多多交一些朋友，多多上课，来增加自己的一些能力。不要说我跟丽珠结婚，应该说我一开始我对外劳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说，有点就是说他就是因为能力不足。所以我那时候对外劳其实有点像看不起这样子，我就跟丽珠讲说，台湾人有时候都难免都会有这样子的人，我们必须要说增强自己的实力，你有实力，人家就不容易看不起你，所以我才会去做建议说，如果你有课什么的，你想干嘛你就放手去做，不用怕，老公给你靠。来，今天我们要做了什么？我们的课今天是客家蓝染。客家蓝染最重要的话，我们要用了什么草？蓝草，蓝，对，蓝色。我穿的是什么颜色？蓝色，对，蓝色。我们是叫移工研习课程，研习课程是我们包括是中文班跟手艺课程。这个计划就是只要说你会中文，可是你应该会了解台湾的文化，包括是手艺课程。所以我的课程比较简单，因为是我们在台湾都是有客家人、客家的文化，所以我们要介绍给他们，就是原来在台湾你不懂的地方是文化。台湾差别跟印尼差别在哪里？你的国家差别在哪里？所以一定要知道一些台湾的文化。看你们自己想要创业，可以用自己的筷子，可以用怎么样？筷子可以用一个线，中间变得线条的这种的，所以是用筷子的线条的。所以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来绑，也是可以用那种的绑筷子。好，你们可以了吗？好，不要需要我教你们了，你们自己来绑，看你们要自己什么图案。那时候是我公司告诉我们哪里有上课，然后公司帮我们挂号，叫我们来上课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工厂比较不会讲，因为每天上班都是跟泰国讲话，会讲泰国话，比较不会讲中文这样。
像今天上课颜色，什么叫白色，什么叫黑色，什么叫红色，本来不会讲啊，本来不知道啊，今天都知道哦，这个是黑色哦，那个是白色，这样会懂了啊。可是这个因为这个蓝，但是还要很淡，所以我们还可以再放一次，放第二次，放第三次，看我们的喜欢的颜色的有没有很浓，还是有没有很蓝。好了，放，慢慢的放。哎，你们要戴手套，要不然会染色哦。我上很多课了，在这边了哈，老师，我就常常来在这边了。这个啊，比较快乐啊，你每天来上课哈，比较快乐，比较开心啊。在家都没有什么，对不对？你每天有上课比较开心，可有很多妹妹姐姐不知道，我就教她就会怎样。对，这个很漂亮，这个标准就是一定要这种的蓝。为什么很多人很好奇的话，为什么会礼拜六跟礼拜天来开？因为移工的话，这他们的时间来讲的话，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要上班了，礼拜六可能他们要加班，可是礼拜天他们一定会有放假，所以有的时候礼拜六或是礼拜天，有一些移工会，如果在宿舍还是在没有上班的话，他们会过来这边跟我们聊天。所以课程的目标就是请移工全部可以融在一起，跟他们的聊天，用他们的中文一起聊天。你看刚刚很多泰国跟印尼聊天，菲律宾跟越南聊天的很那么好，就是因为我们设定的这个目标，就是为了他们可以融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的朋友群，对。哈嘎朗呀。这边是我们的印尼教会，然后印尼教会的话是已经迈入18年了。我们本来是没有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另外一个牧师的那个办公室来做一个礼拜。后来慢慢的会有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有去找了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来聚会。keunikan yang sifatnya sangat personal。在我们里面就是有特别的个性，也特别独特的那个个性。kemampuan dia dan kemampuan saya juga。立主的话，我觉得也是，他在工作上也很多别人的困难，别人的叫什么压力，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有影响了。所以如果他来教会，有朋友安息他，有福音叫说，所以不要怕，不要有压力的话，你可以来到神的里面，所以对立主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Terhiaskan kekudusan dan jubah pujian. Bersuka dalam Tuhan ya对。在印尼的话，新基督徒跟台湾是差别，说因为以前在印尼的话，礼拜六、礼拜天都不用上班，就是放假的，所以我们的很多时间我们可以在教会服侍，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去。可是因为台湾的环境的，因为有一些在工厂的话，你必须假日都要上班，所以差别是在这里。有一些我们的基督徒感觉说，我们在台湾不容易会进教会，因为第一个是因为你要工作的时间，第二个因为你要家庭。对，如果你有家庭，你不是跟我们一样信基督徒，可能你都没有办法。Pada sore hari ini kita kembali datang boleh bersekutu dengan Tuhan di tempat ini oleh Tuhan Yesus Kristus. Amin. 大部分印尼是有宗教的，是最多是的伊斯兰教，是因为印尼的文化、印尼的法律这样的，所以我们这身份证有写我们这宗教是什么这样。在台湾如果没有来教会，如果他们基督教的，我觉得他们比较不太习惯了，在印尼太习惯了，所以
一定要找教会这样。Bapak di surga kami datang, kami bawa diri kami, kami bawa segala. 对不同国家可能就会参加不同的宗教，也会参加不同的教会。那对于可能只身在海外的人，我想这个教会或者是宗教信仰这一块，其实对他们每个人都蛮重要。我目前遇到的新住民，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自己有一个信仰的去处。你来台湾一个人来，亲戚好友都没有，所以你要只要靠谁？靠你的信仰的来兼顾。比如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你的神祷告，因为它表示是你跟你的神，你跟你的耶稣是变得好朋友了。所以我们只能靠谁？我们只能靠我们的信仰，也兼顾我们在台湾的生活。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这样才对，不可色色，来，不可什么？不可偷盗。不可偷盗。孝顺父母，使你印尼教会的话，我会带我小孩，礼拜天带他们过来这边。以前我小孩是因为是儿童主入学，就是带过来这边，然后去教会这样。他喜欢笑，所以活泼这样，所以跟孩子来说就比较如果他们关系好，都比较亲近。所以你觉得在这里也很重要的，他帮助很多。我的先生因为他是去另外一个教会了，对，因为以前就是在这边都是没有中文的，对，因为我怕的话，如果他在这边生根的话，印尼话他也听不懂，对，我怕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对啊，所以我就请他去别的教会，对，台湾的教会这样。你就一样就放 F5，然后把它缩小。不是，再一次，然后停留。我不是说我跟丽珠认识，我就只决定要信哦。我差不多跟她磨合了10年，那这中间我是偶尔就是去当一下会友。那来到教会，就是慢慢跟人相处，有沟通，就是开始打开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框架，开始被打开，就是说比较容易跟人家去做沟通相处，甚至到最后，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带小组，让他们成长啊，怎么做沟通。没关系，那你就直接看，等一下你如果来不及过去，我就跟他讲你要哪几号。以前他的个性的什么的不接受人家个人的意见，然后呢，他对小孩的教育的方式比较严格，对。可是现在因为他新基督徒，然后又现在在教会服侍了，他懂得怎么就当了一个父亲的，跟小孩怎么分享，对。所以以前他是没有一个朋友哦。桌子先给我。我信了这个宗教呢，它给我的帮助是说，灌输了观念，所以我在很多事情上，我就会听老婆的声音的意见，比较容易沟通。那后来在对小孩的话呢，因为以前，应该说有点暴力倾向啦，所以对小孩就是有时候都很，没办法控制脾气，就会直接揍小孩。那因为这个信仰也让我在修理就是脾气的控制上得到非常大的帮助。你啊，对啊，每日打一打是没有 WiFi。感谢主，丽珠跟她的老公现在的通信了，所以他们如果要教孩子的话，想法的比较一样了。不是我们的文化，还是有圣经的想法，所以我教孩子，他们有一样的想法。
以前我不会煮菜呢，这边学习的。我跟丽珠当了10几年的婆媳呀，我们2个之间都没有吵过架。跟她，我就感觉她是我的女儿，当然会心疼她，因为从国外来这边，你看呐，她如果有委屈的时候，她跟谁讲？她只有跟我讲啊。我儿子的个性比较机车啦，所以我知道他受的委屈啦，所以他都会跟我讲。我也会跟我儿子讲，可是我发觉我跟我儿子讲没有用，是他们2个人互相沟通才比较有效。椅子在下面啦。我是说那个双人椅要不要拿出来用？双人不用，我们还有很多椅子啊。那边下面不是有吗？2个。后面的双人椅啊，就拿1张就好。这个拿这个做这个比较容易。拿露营的就好了。放好，这里，快。你身上好像没有套袋子。哎，不用了，我这边有了。脏那个没有套袋子啊。对，不用了。对新住民来讲的话，会被人家看不起，原因就是会被欺负。为什么被欺负？因为他以为是我们都什么都不懂，所以他要用这个方式来欺负我们。对，包括我们对自己的家庭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比我老公懂了很多的法律上，对，所以感觉是懂得一点法律上，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有优势在这里。我们被欺负的，我们要去那里找求救，对。可是因为我有上这个的课，我就知道原来新住民在台湾的法律上会照顾我们一些新住民姐妹，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自己来跟自己讲说，我要努力，我要加油，我还要帮助一些不懂的姐妹们，不要被他们的家人欺负，不要被公司来欺负，不要被其他的人来欺负。我因为大学还没毕业，可能梦想都是想要念大学。我9月份都要接了一个设计大学的一个课程，但我真的想说，我都还没有大学毕业呢，可是我还要教设计大学讲文化，对你感觉说感觉好像有点难过，你知道吗？没有毕业的，没有上大学的人，然后还出来要讲文化，跟设计大学，所以我感觉那个全部的那个老师的很厉害，其实我感觉我很被动，很那个说陈立柱老师感觉我好像叫了一个老师，好像不太适合我，对，因为我感觉我还没念大学，我的地位还要那么低，对，我都不敢承担我是个老师，对呀，我有的时候我就想说，老师没有，然后还是一样，可是还是他们也是喜欢的，对呀，就是这样，继续念。我说我感觉已经年纪大了，我感觉好像现在年纪大的念大学不太对啊。那我刚才说我已经手还那么小，然后去念大学，我的时间都不够用了，我还去念大学。对，那你还不懂，你还知道你要念什么大学，那个科系哦。对呀，还不知道你要念什么。对。我叫陈丽珠，我来台湾23年了。我和我一家人聚在一起，感觉很幸福。谢谢台湾给我的一切。我赢了！好听哦。然后橡皮筋，橡皮筋，再来那一次。橡皮筋，对。对，是声像。为什么我刚刚错了，你都没有跟我念不对的？我是纠正你。要纠正，没有要纠正我。你是老师。要纠正我才对，因为是我第一个告白成功的女生，这是我，对不对？对，所以我特别的珍惜这个女孩子。